各位，我而家同大家介紹下我哋供電導覽幫屋苑做嘅一個沖一沖解決方案嚟嘅。咁大家都知道咧，90%嘅建築物喺香港咧就係未有電動車之前嘅設計同埋建造嘅。咁嗰陣時嘅設計咧就冇考慮到而家有咁多電動車，所以咧大多數嘅車位咧連供電嘅設施都未有嘅咁。咁而家咧就越嚟越多人就換車，就用咗電動車。咁如果係100%嘅車同時佢充電嘅話咧，屋苑入邊嘅電負荷就非常之大，咁啊備用嘅電用量咧就極度嘅稀缺啊咁好多屋苑入邊嘅物管公司或者法團咧就唔敢俾停車位嘅業主咧自己去安裝充電樁嘅咁嗱呢個咧就我哋會幫大家去揾一個解決嘅方案嗱。如果係傳統嘅解決方案咧，你就要喺配電房就加大你嘅電容量。咁如果係加大你嘅電容量咧，你個成本非常之昂貴，負擔非常之重嘅。咁流程咧又非常之複雜，工期又非常之長，你起碼要3年時間先可以搞得掂嚇。尤其是屋宇署唔會俾你增加你嘅配電房嘅空間，所以你基本上咧95%以上嘅屋苑係做唔到嘅。咁啊投入又非常之大，靈活性又非常之差嘅咁。好啦，我哋有另外一個新嘅方案，我哋嘅方案咧就係叫做 AISPM 嘅系統，去幫你去做呢樣嘢嘅。咁啊呢個系統咧其實就佔地淨係得2個平方米，最多就4個平方米，2至4個平方米就可以幫你解決啦。我哋嘅設備咧就係接咗所有嘅屋苑入邊嘅電容量嘅數據，同埋所有電動車充電嘅數據，咁啊做一個 AI 智能嘅分析。好啦，咁點樣去做咧？就係 AISPM 加埋儲能系統就可以同時間幫你解決咗唔夠電嘅問題，唔使增容。巧妙咁會用你未用盡嘅電容量。OK，點樣用法咧？AISPM 其實係一個智能嘅配電系統，佢係及時同埋即時實時嘅監控全個屋苑入邊嘅電力負荷。用 AI 嘅演算方法咧，就調度嘅充電樁嘅充電時間就同屋苑入邊嘅用電嘅設施咧就分開去用電，咁啊達到一個平衡嘅作用。咁啊，高效嘅儲能系統咧，就喺你唔係好多人用緊電去出去做嘢或者係瞓緊覺嘅時間，佢就將呢啲多餘未用盡嘅電咧就儲起上嚟。咁啊，儲咗個電能咧，就喺你唔需要用好大量嘅電嘅時候就釋放咗出嚟嘅。咁個落地嘅成果就非常之快低成本高適配。好啦，咁大家知道咧，一個屋苑入邊用電量最高峰嘅時段係乜嘢嘢咧？其實就喺傍晚嘅6點或者7點鐘啦嚇，就一路去到凌晨嘅2點鐘。嗱，呢段時間咧，就大家用電最多，因為大多數人都已經係放完工翻到屋企，停車喺停車場就要充電啦。咁大廈都要用照明系統啦，大家要搭 lift 啦，瞓覺需要冷氣系統啦，咁所以呢個用電量係最高峰嘅期啊。好啦，咁每一個屋苑入邊咧，其實配電房入邊嘅電容量咧就有一條線嗰度有壓定嘅，即係已經規定咗最高嘅用電量超過都冇噶啦。咁呢啲我哋叫天花板，咁我用呢個紅色嘅呢條線嚟作為一個天花板嘅限制啦。咁如果係冇電動車嘅時候，大家相安無事啦，就唔會跳閘啦。咁而家如果係100%嘅車都換咗電動車，而係100%嘅車都係同時去充電咧，你就有可能會衝破個天花板。一衝破個天花板嘅用電量咧，你就會跳閘啦，影響所有人嘅用電啦。咁我哋 AISPM 系統加埋儲能系統，其實就係利用呢段時間呢段時間就係大家喺度瞓緊覺，或者大家出去做嘢，唔係去用好多電嘅非繁忙嘅時間嘅電，我哋就用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就係將啲車嘅充電嘅時間就調校喺大家瞓緊覺嘅時間，就過夜叉爆嚇。咁第二樣嘢就係話瞓緊覺同埋大家出去做嘢嘅時間，唔係好用好多電咧。屋苑入邊有盈餘嘅電咧，我哋就儲起上嚟，儲咗嘅能源咧就喺
7點鐘之後，大家翻到屋企咧，高峰期要用電嗰陣時就釋放出嚟嘅咁，咁我哋就可以釋放起碼3倍嘅電容量啊，咁我圓滿咁解決屋苑入邊所謂唔夠電嘅問題咁。咁啊，我哋係同步監測住宅同埋公共設施嘅用電同埋充電樁嘅用電，構建一個可視化嘅一個感知嘅網絡，掌握每一處用電嘅節點同埋狀態嘅。咁啊，智能咁調配你嘅用電量。咁有啲車咧就會係早啲翻屋企，可能7點半就翻到屋企嘅，咁啊會早啲去充電，充到10點半就有第二啲車就放完工去食完嘢，然之後先10點半先翻嚟嘅車咧，就遲啲先充電嘅。咁早啲充電嗰啲咧已經充到咁上下，已經充咗3個鐘。我就係降低嗰啲早翻嚟嘅車嘅充電嘅速度，而係將後邊翻嚟嗰啲車嘅充電速度就加快，咁就可以平衡翻，就令至到平均翻，大家都可以有電量，而且可以過夜叉爆。咁另外，我哋仲有可以做到遠程咁去管理個系統，即係唔需要我哋嘅工作人員一定要到現場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咁嘅技術嘅支援咁。好啦，儲能系統咧，其實咧香港嘅屋苑有好多單棟樓又好，或者2座或者3座、4座，我哋需要儲能嘅地方大概都係5個平方米至到8個平方米咁上下，即係大概半個車位嘅地方就已經足夠㗎啦咁。咁儲能系統最重要就類似我哋嘅即係蓄水池啊，即係儲啲水啊，儲啲電啊，儲啲電咧就係高峰期嘅時候咧，就將儲電嘅嗰啲電能量咧釋放到出嚟嘅咁。好啦，咁夜間凌晨至到6點鐘，大家瞓緊覺。6點鐘朝頭早6點鐘至到夜晚黑傍晚嘅6點鐘呢段時間咧，就大家去翻工啦咁。呢兩段時間咧，就其實用電量就唔係好多嘅。屋苑嘅最高峰用電量其實就係傍晚嘅6點鐘至到凌晨嘅12點鐘嚇。咁樣樣就我哋就將風谷啊，即係用電嘅峰值就將佢降低，咁啊唔係用好多電嘅時間就將佢儲能，咁啊可以釋放啲電能出嚟咁。我哋所有嘅方案咧係安全合規，符合機電署嘅規定嚇，咁同埋中電啊、港燈啊都會認可我哋嘅技術方案嘅咁。咁時間上咧，我哋需要咧3個禮拜至4個禮拜嘅時間做一個可行性嘅報告，同埋同屋苑物管一齊去溝通嘅咁。咁審批嘅過程同埋採購嘅過程，大家都需要4個禮拜。咁延長安裝同埋調試咧就4至6個禮拜啦咁。咁驗收咧就需要1個禮拜至2個禮拜，咁整個過程大概咧需要3個月嚇，最多係4個月就可以完成咗成個過程啦。咁好啦，咁所有嘅投資、所有嘅安裝、所有嘅技術都係我哋嚟負責，大家屋苑又好、發電又好、物管公司又好、業主又好，都唔需要任何嘅擔心，零負擔咁啊。咁我哋整咗所有嘅投資同埋安裝咗之後咧，我哋會俾所有嘅車主咧就係一個充一充嘅月費套餐，我哋有3個套餐嘅，一個就係興隆選，就係每一個月俾680蚊，就包150度電。咁智慧選咧就係每一個月嘅月費咧就係1080蚊，就包300度電嘅。精明選咧就係1680蚊咧，就無限充，任你充。OK， 所以咧，如果你用精明選嘅話咧，基本上你每一度電嘅成本咧係唔使1蚊嘅咁。如果比起你而家揸架電動車去出邊商場去排隊去充電咧，你起碼要3蚊嘅。咁用我哋嘅月費套餐咧，你係唔使1蚊就1度電，成本係大大咁降低嘅咁。好啦，咁可能大家都會擔心啦，使唔使屋苑自己俾錢啊？成日係唔需要嘅。供電動能，我哋8%嘅投入，8%嘅投資，基建所有嘢技術安裝，所有工程都係我哋包嘅咁，就類似 WiFi 嘅工作模式啊。WiFi 咧，大家有3HK 啦、和記啦、iCable 啊，或者係Hong Kong Broadband 啊，咁呢啲咁嘅營運商去幫你做 WiFi。我哋同樣地，我哋係作為一個屋苑入邊嘅電動車充電嘅服務供應商，我哋入去幫你做投資，你什麼投入都唔需要嚇。咁
屋苑法團車主咧係零投資、零基價、零按金、零租費，同埋零門檻，我哋會幫你搞掂晒所有嘢。而且我哋仲有一樣嘢就非獨家嘅。如果你覺得我哋嘅服務、我哋嘅安裝、我哋嘅技術唔夠好，第二間公司會好過我哋，唔緊要，你可以揾第二間公司同我哋一齊去做服務。咁我哋唔怕同我哋嘅友商一齊去提供服務俾大家嘅。我哋嘅講法就好簡單，有得揀先至係老闆。OK，咁啊，多謝大家嘅關心。